有民众伫南怀公路看到一只细只乌熊跋落来伫车路，通报林保署去抢救。这只乌熊出世无到2个月，警察嘛发现讲有母熊伫附近。专家是表示讲，附近应该是有正稳定的族群，嘛提醒住伫山区的民众，要爱特别注意。 南怀公路即马有几啊个行病日时间，这批下昼伫无路路段有路过民众发现大路上有乌色的动物，我近一看是台湾乌熊，也毋过已经明显死亡。经过野湾野生动物病院判断是一只拄啊出生无偌久的熊仔囝落来地面，是目前发现年纪上细汉的乌熊。是一只1到2个月的幼熊，那它的体重是2.6公斤，体长56公分。远景前往现场勘查的时候，他抬头往上看。 确实有看到一只母熊在峭壁上。野生动物专家表示，最近母仔囝乌熊定方发现，即摆搁伫公路上表示已经有稳定的族群，伫搁较靠近人类居住的所在来活动。母子熊的记录变多，就表示说，更靠近这些人类聚落的地方，它们已经是有繁殖的族群建立在很靠近人类聚落的地方。我们也将该区域列为重点巡查的区域。台东林保分署呼吁民众，赛车去南怀公路要注意野生动物出入，搁准备会当发出声音的物品，防范人熊冲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